台北市的天气又湿又冷，阿美族都兰部落的前头目从台东坐夜车北上，站在监察院前，要监察院清查台东县政府违反原住民族基本法。Saya seorang lelaki, malah contohnya ini si main sio, di bawah ini saban itu amis jaga bakal tamrau. Pakai itu nenek milion hananai. Malah cakap pilih saya itu mari tengah itiaho ko ya tafu kura ka ura ano amis cakap si fakloh ada hayu kumaman ka uripan amis ada patirung satu ko nini o senseng mana cakap pilih saya to nini o si umahai sa pilih saya itu sinaran mapanai at ini hantui ka unina tatihaya ko paluto no mari tengah ini pasal no yin sumin ko nini asira man ohara teng saneng ko kamu tine malah contohnya mari oyunai to kensio sana itu ko mako so ko tamrau animan sana ko mako。想起这些老人家昨夜还要这样子上来，他们本来是这块土地的主人，情何以堪呢？有时候想到这里就觉得很过分。这已经是都兰湾周边的阿美族部落第5次到监察院抗议，因为山原安沿岸开发案一件接着一件，整个山原湾沿岸分布有加路兰部落，沿岸还分布有刺桐、山原，另外还有俊介以及人口密集的都兰部落。但这些阿美族的传统领域和海域陆续出现在1995年通过环评的山原游艇港的预定地，1999年通过纳鲁湾山原海滨大酒店的环评，同年也通过台东度假村的环评，2000年3月开始，则有都兰湾黄金海休闲度假村进行环评差异审查。2002年2月，山原棕榈滨海度假村进行环评差异审查。到了2008年，美丽湾度假村正式开挖。阿美族的传统领域和海域被开发，阿美族人认为没有被事先征询同意。以美丽湾度假村为例，目前饭店业者又要向县府申请营业登记证，要求监察院审查。因为美丽湾公司它现在向台东县政府申请营业执照，但是就它的观光旅馆的等级，它应该向交通部观光局申请，所以它申请的对象已经有错误。我们认为它是想借由地方层级就通过，所以就这个违法行为的部分，我们希望监委继续进行调查。这是阿美族人在2008年内3年多来第5度进入监察院内，由监察委员马秀如接受陈情。阿美族人直接把矛头对向台东县政府，认为县府包庇饭店业者违反原住民族基本法。不过县府表示，在官司还没定验之前，县府必须依照现行的法令依法行政。但是面对原住民族基本法，县府认为相关司法还没有完成立法，让县府无所适从。现在的原基法，原住民族同意号。是1个人同意，2个人同意，或者是1群人同意。所谓1群是多少群，多大，什么样的人？然后你要同意的形式是什么？你是要开会的方式好，你的代表性，你是要部落的这些头目吗？部落主席吗？社区理事吗？村里长吗？邻长吗？或者按照年龄层来分？没有。这些都没有，县府质疑反对者的代表性。可是现在所有的报道，几乎就是访问一个原住民，就代表那一个族群全部反对。真像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照说每次抗议应该是所有族群全部这些族人全部站出来，那我们就看到哦，原来是全部的这些族人统统反对嘛。可是现在不是啊，在媒体报道上就可以看到1个人、2个人。那怎么可以代表全部？县政府强调，原住民族基本法的子法还没有立法，原住民族基本法就是无法执行的法律，感到无所适从。记者阿丽那个苏兰乌溜特别是采访报道。